印度爆發尼帕病毒，死亡率最高可以去到75%啊！喺2025年嘅12月底，喺印度加爾各答左近嘅私立醫院裏面，有2名護士共同照顧一名所謂嘅普通腦炎患者。但係喺今年嘅1月2日，呢2名護士先後出現高熱、頭痛、呼吸困難等嘅症狀。到咗1月4日，嗰2名護士終於頂唔順，被轉入 ICU， 其中1人昏迷，高度疑似係尼帕病毒感染。1月12日，西孟加拉邦地方實驗室嘅結果出爐，初步相信係尼帕病毒疑似陽性。之前嘅所謂普通腦炎係誤診，而嗰位首例患者經已瓜咗。1月14日，印度國家病毒研究所覆診確認嗰2位護士真係尼帕病毒感染。印度嗱聲啟動密切追蹤，超過120人被隔離。截至目前為止，新增確診1名醫生同埋1名醫護相關人員，累計確診5例，其中1人危殆。印度衛生部官宣疫情，啟動國家應急響應。由於初期唔知道係尼帕病毒，冇做足防護措施，導致病毒通過感染者嘅口水或者係分泌物喺醫護人員同埋病患之間肆無忌憚咁樣傳播。咁究竟尼帕病毒係一隻點樣嘅病毒，搞到大家咁緊張呢？尼帕病毒係一種高致死性嘅病毒，1998年至99年間首次喺馬來西亞爆發。目前印度係南亞主要嘅流行區，致死率係40%至75%，同伊波拉不相上下。目前冇特效抗病毒藥以及係獲批嘅疫苗，其中佢嘅孟加拉豬死亡率甚至高達90%，一旦感染可謂九死一生。九死一生嗰下得人驚啊嘛！呢隻病毒嘅潛伏期最長可以去到45日，大大增加咗疫情嘅控制難度。而佢最恐怖嘅地方就係佢唔單止攻擊你個肺，令到你呼吸困難，仲會攻擊埋你個腦，引發致死性嘅腦炎，令到患者迅速陷入昏迷，真係死咗都唔知乜嘢事啊！世界衛生組織已經將佢列為最危險嘅病原體之一，位列最需關注嘅10大潛在高危傳染病。咁呢隻病毒係點嚟嘅呢？又係佢啊！蝙蝠呢種叫做果蝠嘅蝙蝠係尼帕病毒嘅天然宿主，佢哋攜帶病毒，但係本身自己唔會發病。俾呢種蝙蝠嘅口水或者係尿液污染嘅水果係主要嘅感染途徑之一。呢種病毒嘅傳播表面上係天災，實際上係人禍。正因為人類嘅城市化不斷蠶食果蝠嘅棲息地，大量果蝠被迫進入人類居住區揾食，先至增加咗佢同人類嘅接觸。而且佢仲係人畜共患嘅病毒，可以跨物種傳播。就算你好小心避開晒啲蝙蝠，唔亂咁食水果，但係如果有隻豬唔生性食咗啲污糟嘅生果，而你又有接觸到隻豬，咁你都會瀨嘢。所以大家最近非必要嘅話，都係唔好去印度或者係南亞旅遊啦。如果實在冇辦法一定要去嘅話，務必要注意飲食安全，生果要少食，絕對唔好飲用生椰棗汁等等未經消毒嘅飲品。雖然目前嘅感染人數唔多，而且係冇雷公咁遠，但係都唔可以掉以輕心。畢竟我哋真係唔想3年又3年啊，身體健康先係最重要嘅。今期先講到呢度，下期見啦！